台北市府伫228和平公园纪念碑办追思会，市长蒋万安强调讲，228是绝对无应该发生的悲剧。答应讲会为自由民主、会为人权来奋斗。蒋万安伫咧致辞的时，有民众讲，伊家己是受难者的家属，伫头壳落牛皮纸袋啊，举标语无声来抗议。 献花鞠躬致意，228事件79周年，台北市府立北伫228和平公园纪念碑前广场举行纪念追思会，市长蒋万安多位受难者家属甲前副总统李秀莲拢到场参与。蒋万安也牵受难者王天丁的查某孙黄秀婉的手，同在告场。蒋万安也甲其他受难者家属握手表达关怀。致辞时强调，228是绝对无应该发生的悲剧，承诺会为自由民主甲人权奋斗。 228事件是绝不该发生的悲剧。站在各位228受难者亲人家属的面前，身为台北市长，我要向昔日的受难者以及受难者的家属亲人致歉。父亲就遭受到门冤审判，判刑50年，逃亡50年，所受的惨痛经验。 比一枪毙命还要悲惨。时宿官也感谢蒋万安，可以有机会讲出父亲一生的遭遇。李秀莲是呼吁，应该对228事件要有一个公正的了解。蒋市长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诚恳，大家对228事件应该要有一个很公正的了解。 不过，其实伫蒋万安致辞的时，有知情受难者家属头顶牛皮纸袋啊，举牌无声抗议。伫228和平公园外口是有独派团体发起纪念行动，也抗议北市府封锁228公园4个月路权，无要让因举办集会游行。因为在他的眼里，我们这些拥有不同声音的受难者家属，他不是家属，而是需要被隔离、被排除的异议分子。 蒋万安强调，北市府一定会继续尽上大的力量，努力摆清真相，抹平上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